所以，也去使用秘书室的房贷，给咱检查的，也是毋是叫我转份真现因果？好啊，不过任财书你还摆做个带来，爱好老人讲啊，那特别任错。好。不过，也真是猫案大，记得不会都出风嘛。也袂提前记到。安子说，小日日后，你打算到成本港上山？嗯。该有考虑去香港吗？去山东总会还蛮强啊。你到香港唯有改上贵中非杂症，散发上还唔是少啊。安子说啊，还是你唔盘地不加呢？这一斤偌济1箍，遮贵哦。免啦，袂贵啦。阿爸，偌济啊？ 1箍，来，谢谢。你就像啊，来 Q 台皮，为4万，就我们吃到贵啊。哪有安尼算的啊？多谢啊。也本爱上岛，给用时，唔讲我老爱团情，唔要迄古道给骗，总系也哈缘动哦，都会早些年。啊，唔错，迄你用查。也无可能啦，人家妹妹会让你团情啊。那差不多意思啦。我应该下礼拜就会讲的，你准会来吗？可能没办法。你算来，还空虚哪呀？算嘛给唔骗人来讲。老人讲的海动，做得老人强下去啊！真唔对啦。伊迄风扇表那高，生发痛苦，韩国你有太多事。因为含水，我讲咧。两个苦，你卡样老爱三沙流都呀。唔正经，像迄空起来，还迄继续拖记着做嘛个事情。好啦，等下先攞三方的集体，同对岸嘅联络建立起来，够有用的，
汤呢，有些用的，好吗？还记得苏醒讲，你喺台湾清好嘅文学家。宋飞我嘅咩讲，你喺台湾清有才情嘅音乐家。还有陈文彬啊，佢讲你喺台湾清用心嘅记者。不过，佢哋一下做写照咧，就如你啥，底下苏天波。任朋友拉嚟講過，所以調到去香港。不過，我唔想將咱哋放棄。不過，我咪講，將出成個安尼，出去就轉唔來。我抗言，上岸留到呀。你之前唔係講共產黨就為了解放台灣呢？一下呢？你有信心咯？你去香港，唔就係為到繼續革命嘅？你講安尼？唔跳脱去沖縄話，好冇？去沖縄話，似冇發威糖啊，又唔可以演。還有一個阿 Q，啲太夫人照算，唔咩啲啊？你說死的落雪去。迄個只當你唱上帝下晝的落雪去，到去那話就放命的，繼續下晝，下晝那係一種思想的革命啊，錯冇？別長講啦。大汉，北京话叫做大，大人，客家话叫做太年，官講，你就等你吼。啲人冇險嗌命嘅，坦白吼，險嗌劉雙傑，劉雙傑，係，所以我來年啲啊，佢按只假名，唔知你想看啊，我按乜名較好？哦，你也做對嘛？前了梅啦，
就讲迄假名的咩，就无同本名有啥关系。其他像王的、潘的、苏的全做得。哦，也唔算要紧，天天上。哦，一紧调的吼，就本黑，不过又较 Q 咧喎，唔可能要花点时间整理一下。啊，唔怕啦，按这些。唔系，来。我加入网店，是要咱母啊。啊，都拢无用过啊，而且就算讲有电，嘛无人晓用。就迄无人晓用啦。迄整件输入手信，免毋伫迄嘛个意思。古所长是迄份送来啊。同冲哦。安尼，上近有电的所在是倒位啊？可能买到东亚溪迄矿场遐，会少远的吗？上少嘛要1点钟。到上坡即带，搁下暗，发生毋啦？几年前啊，我若是甲大家讲共产党会占领规个中国，大家一定讲我是笑的。迄话叫做电的、戆的。我才1年的时间尔，国民党就输甲脱裤，输甲剩一个台湾呐，连总统都咱敢你看。因为大家讨厌国民党啦。而且国民党拢欺负咱这艰苦人呢。对啊，这几年大家拢有看的，国民党的官员是安怎甲咱大家的钱放伫因家己裤袋内底，害咱生活愈来愈艰苦啦。啊，所以即马大家是听到解放军要来，拢嘛开城门来迎接呢。兄，嘿，要搞袂啊？还搁行无一半呢。哦。好，你要休困一下嘛？哦，休困一下。来，放遮放。完了吧？没关系。哦，就对了。啊，无安尼好啊啦。等者手电互你开，啊，这台发报机我家己拨就好啊。免啦，不要紧啦。安尼较紧啦。啊，恁都市来的这款路你夹袂惯势啊。顶届我甲老上机，我即来去你的时阵嘛是安尼啊。来，饮水。对啊。哎，伊是安怎找到这个所在啊？啊，就2冬前，228迄当阵，阮攻击迄个金尾军火库，迄个代志你敢知？迄个时阵，我伫建中教册，哦，你嘛有参加？系啊。啊，迄当阵我就熟悉伊啊。我甲你讲，伫落区遮我是唯一一个知影伊本名的人。啊了后伊就找我入党，知影我的故乡伫遮，伊就派我伫遐发展。安尼，村长拢知影这个所在是要做啥？当然知影啊。村长是我阿伯呢，啊你莫想讲阮遮的人拢无读啥物册，啥物都毋捌，骗袂过的啦。啊，阮若要做啥物代志，阮就会家己讲。
安尼，大家知影了，拢袂惊嘛？啊，日子就遐尼歹过啊，有一顿无一顿。啊，若是命拢要无啊，是惊啥？对无？哎呦，大洲吃猪会啊，用诶，啊你三度开演唱会遐，无啦，关个啦。还会想去转去创遐？知道这些董就金钱的事情了。哎，你看，这片就在台北市，解放军一到，人就打下去，多死啊！来开总统府的太门本冲比冲来。哎，我有信心吗？某一年呢，中国就解放哎，而解放台湾，两下班的事情听听。不过，人家连武器做毛，有啦，就一个树冲，老几只树榴弹，我用会到。无所谓呀，抢做一点呢。哎，安尼就会滴哦，无先发布的工作去重要诶，对外联络啊，全就靠你呢。啊，阿庆呀，好多样诶。哦，阿经好多同业，也经验，老爸东 Q 联络，动作协调来做两岸进口本地。安尼就好。啊，唔知啊，迄个关无？走对啦。不过，就会有点少应办所有事情，想要两年去考一下。你找哪位啊？我找欧艳华。欧艳华，来，请进。吕石堆，你跟吕赫若啥关系啊？我不认识。没得关系，那你来找欧艳华做啥嘞？我是来收货款的。啥子货款？西洋美术史。吕四队，你认识吗？熟识，就是生意上往来的朋友。那你同吕和若啥关系？没关系的。吕赫若是台北人，吕四队是台中人，没关系。
这个律师队也爱说是来收货款的。你知道你是收哪本书的货款？西洋美术史。因为没事，没事。无行的吼。曾经我去日本，你们，让你讲就错了。我的意思，反正你们。那你讲就错了，对吗？哥，生日出世，会从来冇。歹势啦。要请你们生日的出世给下，来做来爹娘身边，对吗？安全比马给自由紧。我要行见面一条路。作为被动人民，你讲都是用来的，命的，就换做蜂蜜；用梅的，就换做棉花，好吗？都要喊你给被动人民，搞到那时。怎做得比都要咋搞？
对伊没有嘛嘅贡献，来很唔低啦，来强低。你对要再改是咧贡献做么？都会日本很迄样的，爱小心的往来讲哦。会不会？没事了。阿 K， 好吗？好诶。乖啊。好，那就你了。你在做嘛个？拜托你，莫搁做散风的好吗？该总得不用等三方会统治那么长。喊同志，佢哋開人開都唔拉氣。望明海外，要行呢條路，要乞丐結天。錯，做你愛嘅天，你愛人民，你愛見面，你愛做鬼，可能佮只做鬼，乃是來結婚。佢用是很有氣那話，你就會唔通，也很勇甲啥？好了，妹妹唔係冇考慮過，本南兄
因班所结成后，可能有一时间，俺做得想办法跳脱出去。不过，也能养法，就受到牵连，不能做起来。哎呀，江少，你老些药，有冇希望遇到出事情？赶时间哦。无伤，安尼牺牲就较尾啊！安尼人挨着病毒呀，就会负责。安尼，毋过迄穿古眼陛下价钱。起码还有钱，都得想办法出去。做唔对啊！俺哋要牵连到去。拜托，好吗？也迄亲密一条路诶，别算了去。拜托你啦，叫人听书的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好冇啦，我唔可以死啦，求你啦，好冇啦，求你。我穿哪一件衣服？我穿哪一件衣服？不需要。拜托。来走。哎，等一下！你的大儿子念啥子学校了？做什么？问你话就答了。理工中学。走啊！干什么？你儿子做什么？老桑，即马政府已经知影你的本名。那也不讲呢。你紧想办法走出去，这代志你嘛唔免嫌啊，就当做是我买你一条命。多谢了。免阁说多谢，只要你答应我，赶紧走出去，阁重新开始。台湾无欠你一个反对分子，也毋过袂当讲你这个写文章的。外口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们甲你拜托了，若是有人问你，莫承认你甲我有啥物关系，我无想要连累着你啊。
什么意思？你对我来。来，回家走。哎，别跑！回家背过。别跑！走开！带走！我操！吕和若，看你哪里跑！吕和若，前面没有路了，你跑不掉的。把他捡起来！吕和若，吕和若，你先回去请求支援，我们把一条通道、救生筒全部给它封起来，我看往哪里逃。
每忘记着去吃一吃。不对，佛先生如果还活着，应该是40哎。我看他几岁，进去这种课本书熬死了，还有给跑去大安印办所采取同意。做嘛给讲起迄台的故事？用迄台的故事？其实我伫巴蜀的时阵，敢若有看过路上呢。那有可能？我听讲，伊入去阮兜了后，就走去落课啊。敢是？不过我读八一路的时阵，伊是阮老师呢，我是无可能看唔到的啦。唔对，那伊真是互掠去，迄名大顶悬哪会阁有伊的名？路上伫山顶，人拢加攀的，人是坐甲真缘投，嘛真斯文。伊伫阮遐至少嘛有半年啊。有一摆，讲想要逃走去香港，甲共产党联络，就无转来啊。后来听讲，其实伊是走去奥克纳瓦。奥克纳瓦？无可能啊！伊去奥克纳瓦，无可能无甲我联络。大概毋是讲，伊是去互蛇咬死的。迄互蛇咬死？迄个是王的啦。王的？啊，伊生做啥物款？嘛真缘投，真斯文。
又是第年老嘅中秋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就会过来。我祈祷阿妹嘅路风，点点爱人嘅音信，无法度平静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嘅付出嘅心，不安嘅分离，不再孤行，不再孤行。又是冷冷嘅早春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芒色眼泪。我祈祷茫茫嘅岔路口，点点湾畔嘅我影，在故乡里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嘅漂泊嘅心，愤怒嘅分离，终将安息，终将安息。